哇！多謝多謝，咁第日喺啲宴會呢，我就可以作 Kenneth 送俾我嘅呢個隨絲衫，因為我覺得係一種榮耀。OK， 多謝你。多謝大家。好。講翻呢件隨絲衫做咩我要送俾 Kenu 咧？因為 Kenu 佢呢幾年幫我哋 F&B line 做好多嘅貢獻。其實佢唔係一個 F&B 人，但佢響我哋 F&B line 開始幫我哋啲 F&B 幫我哋打廣告，做出咁大嘅貢獻。我係覺得佢需要擁有一件屬於佢自己嘅隨絲衫，所以我希望呢件最舒服嘅隨絲衫着喺 Kenu 嘅身上。哇！多謝多謝。我一世人咧着衫咧，今次咧覺得着得最舒服，因為啲布料好特別嘅，我一世人未試過咧着粉紅色嘅衣服，同埋咧嗰個感覺啊，零舍唔信啦。你咧男女都走埋嚟摸下嚇，摸下越摸越舒服啊！哇，係啊，係咪好舒服啊？係啊係啊，男女啦摸下越舒服。係。呢啲咧就係咧最緊要咧，唔單止咧要清新，最緊要咧啲防護力，因為咧東南亞咧又熱又濕，所以着呢件衫咧好舒服。其實嗰件 Chef Martin 着嘅嗰件衫咧係我由台灣嗰度帶翻嚟啦，跟住會響馬來西亞發展做落去，同埋我希望做到全個東南亞 rainforest 嘅國家都可以着到咁舒服嘅隨絲衫。Material 咧佢係用最高級嘅 polyester 去搞嘅，所以佢就會遇到熱佢會凍，遇到凍佢會暖。所以呢個 material 咧係曾經俾我好驚訝嘅。呢個公司咧響台灣叫做東江製服，不過響大馬我都希望傳承佢嘅名，用翻東江製服。So 去揾呢件衫嘅人，大馬嘅或者係全個東南亞想揾呢件衫嘅人，可以揾我 Kenneth，我可以做你嘅 assistant， 幫你搞埋設計，用翻呢個布料，做翻最舒服嘅隨絲衫俾你。